Mr. 柯哈先生17號下晡在伊的臉書粉絲專頁公開發布一篇47秒影片，以專班在地上好人為主題，內容中將該接受訪問，評論台南的房價直直起，少年人上班族卻買不起的影音畫面，甲吉隆街香港產業申報的財產資料真假，企圖抹黑製造謠言來攻擊伊的名譽甲清廉一事。吉隆街18號下晡，委託發言人童小雲以意圖使人無當選，甲公然誹謗到蒞臨派出所報案。今天進行18號在這邊進行提告，正式提告，因為選舉不可以沒有人性，選到這種程度，你應該是候選人回歸我們的正常面，我們的政治，我們的政見，這個才是最對人民是有福的，不是用側翼用這些網絡的霸凌來糟蹋我們的候選人，不可以這樣子，真的不可取。童小雲質疑根本是對手候選人所發動的攻擊，呼籲用這款抹黑的選舉方式，將敗壞台南市的選舉風氣。台南新聞軍及採訪報道。